越南顯港，除咗靚景同舒適住宿，美食絕對唔可以錯過。我哋呢條線路從下午茶到特色大餐，每一啖都係地道嘅越南風味。呢間喺海邊嘅下午茶餐廳，吹住冷氣嘆下午茶，簡直係人生一大享受啊！精緻嘅糕點擺盤超靚，配埋香濃咖啡同特色茶飲，重點推介越南特色生椰咖啡，椰香順口，咖啡味濃郁，絕對令你一試難忘。呢種體驗只有我哋美味假期先會有咁樣嘅安排㗎。下午茶過後，重頭晏菜輪流上。首先必試顯港地道嘅螃蟹火鍋，生猛青蟹鮮甜十足，肥美花甲彈嫩油筒，統統落鑊，暖粒粒食落去超正。嚟越南一定要試下呢個越南三寶，香脆彈牙嘅春卷，外皮酥脆，內餡鮮香，鹹香入味嘅雜肉，口感紮實有嚼頭，仲有米香十足嘅越南河粉，湯清味濃，每一啖都係正宗嘅越南味啊！仲有海鮮蒸氣鍋，絕對令你食到滿足。大頭蝦任你食，直接上鑊蒸，原汁原味，大啖都係肉啊！就連每日早餐都有驚喜，地道越南法包，外皮酥脆，入面啲餡料包羅萬象啊！法國人當年留低嘅做法喺越南呢度就發揚光大啦。當地人至愛嘅高柳麵同白玫瑰亦都唔會少。高柳麵食起身爽滑彈牙，醬汁濃香，風味獨特，形似白玫瑰嘅手工蝦餃，皮薄通透，內餡鮮甜彈牙，一口一個超滿足。如果想要親身過嚟品嚐越南特色美食，記得揾我哋美味假期報名，3000蚊都唔使就可以連住4晚5星海景酒店，食靚嘢睇靚景，仲有好多驚喜等住大家。人生不過3萬天，開心一天係一天。